核桃什么果香虾松吐司杯。核桃果香虾松吐司杯的食材有吐司、虾仁、红石榴果粒、凤梨丁、苹果丁、谷片。调味料有清酒、海盐、糖、胡椒粉、橄榄油、白芝麻。这一道菜是利用吐司来做一个创意料理。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吐司因为有边嘛，那也可以买没有边的，那就不用再去边。那我们如果买有边的话，我们就用吐司刀直接去边就好。就是有锯齿的刀子把那个边边去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切好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涂上奶油。对，涂上奶油也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盛装物的话，它比较不容易渗水。对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为了要比较好塞，我们在4个地方各剪一个角。对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顺时针方向这样，像风车一样。对，像风车一样顺时针卷起来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那就是像这样。哦，像这样，稍微压扁一点点，它会粘在一起。那它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。对，就这样。好像在做劳作。对。然后再整个塞进来。对，再整个塞进去。然后我们把它塑成一个像小花这样子的形状。不好塞。所以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。哦，它好像4个花瓣。对，就是像4个花瓣。所以大家会看到哈，中间的部分是奶油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烤箱了。然后上下火大概180度到200度，看各家烤箱不一定，然后来决定它的时间。那大部分的话，我们都会烤15分钟。对。好。那厨娘，我们接下来就来先处理那个杯子里面的虾仁的部分。那今天是果香虾仁，所以其实很简单的是，我们要先准备虾仁。像这个是炒虾仁。对。那炒虾仁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先用一些胡椒粉跟盐，把它稍微腌一下。那就一样先把它抓匀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放到杯子里面，所以我们做成小口小口的，是等一下是比较好咬的入口的。那一般虾松的话，我们会稍微比较碎一点，那因为我要比较有口感一点，所以我大概就是切大概丁状这样子而已。就是不要太没有口感的做完，因为是炒虾仁，所以其实它吃起来口感挺 Q 弹的。热锅之后，我们只要少许油就好了，少许的橄榄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油热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虾仁放下去。然后虾仁会有水分，可是因为我们这一道菜是要下去的，所以我们要把水分收干。绝对不能汤汤水水，因为我们那个其实吐司啊，1公分厚的吐司还蛮薄的哈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炒虾仁的时候呢，尽量再稍微煸干一点。是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处理水果的部分了。那水果很简单，今天准备的是这个是红石榴，对，那这已经剥好了，对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这对身体也很好。然后听说也是抗氧化，是吧？对，抗氧化，女生多吃会变漂亮。然后接下来是苹果，今天买的是山上的小苹果。应该是没有上辣啦，没有上辣，所以我们原则上的话是可以直接就是切丁，然后泡盐水沥干之后就可以食用。那我们可以留一片，等一下就是可以摆盘用。OK， 所以你切的特别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让它泡一下盐水。大概这样的量就够了。
厨娘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苹果刚才已经浸一下下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你可以提早把它沥干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虾仁放进去。那虾仁如果说家里不小心炒有很多水的话，一样也是先洗干。然后我们再来放苹果。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到这个吐司里面的这些食材呢，尽量呢水分的含量要少一点哦。然后我们放凤梨，然后我们最后再放这个石榴籽。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呢都会想说，哎，怎么会拌石榴籽？当然，9令是说，哎，希望大家把营养吃进去哈、哦，然后呢又有这个颜色很漂亮啊。不过石榴它本身它就有一个籽啦，9令是说它都把它全部都吃进去了。对，其实石榴籽可以吃。是可以吃，就算可以吃，我也不想吃，所以我就会把它吐掉。对，如果不想用石榴籽的话，你可以用奇异果啦。啊 ，OK。对啊，就是比较颜色比较跳动的蔬菜、水果，你可以用自己很喜欢的这个水果，对自己喜欢水果，哈密瓜也可以。嗯哼，对，反正就是你爱的蔬果这样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配色会比较漂亮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拌好之后呢，这个核桃跟骨片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弄稍微细碎一点。嗯哼，对。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骨片就是平常我们在超市啊会有一大盒，就是我们吃牛奶的时候，喝牛奶的时候可以放在上面当做早餐来使用的。然后我们就用擀面棍，其实轻轻压就可以了。有些人喜欢吃颗粒比较大的话，那就不要压太碎。嗯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把它拌进来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是酥的东西，通常我们拌好就要马上吃了，马上填进去，盛盘盛完，然后我们就马上吃了。所以通常拌进这个所谓的这种玉米片啦，或者是这种酥片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客人要来的时候，你才赶紧，然后马上呢，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脱模了。OK， 它就是一个杯子形状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就叫吐司杯。对。好，希望大家吃更多的这个纤维哦。对。那菜的话就是随个人喜好。哇，这如果说有小朋友的一些同学会啊、聚餐啊什么哦，很适合放在那个 party 上面啊，因为它单独这个是可以直接带着走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就吃了哦。然后我们就大概盛盘一下。最后撒上一些白芝麻。好，这个就是刚刚呢，9令呢帮我们完成了第2道的这个吐司杯哈，对，也是用虾子。然后你看这样子一摆饰啊，在整个这个宴会的时候呢，客人一进来一定会觉得哇，非常的惊艳哦，哇，居然用这个吐司呢来做这个杯子啊，然后把食材呢再这样子撒一圈啊，其实就是说在生活里面呢，你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装饰呢，你会觉得哎，整个这个料理呢会增添到很不错的这个效果哈。对，那
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Jolin，她非常的这个细心哦，然后做这个料理的时候非常的有耐心哦。我觉得哎呀，可以呢，请到很年轻的这个 office lady 哦。这么热爱这个料理呢，来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这么美味又简单又轻食，可以像Jolin一样身材保持的美美的这样子的料理呢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呢应该都会喜欢了。那希望下次Jolin有时间呢，再给大家带来呢美味可口又营养又会变漂亮的这个料理呢，来跟全球的观众一起分享。谢谢你，谢谢厨娘。